观众朋友，今日讲好无？欢迎收看福起来的，我係阿面頭劉浩明。有人講吼，結婚的過程啊，吼，都創一個最浪漫的天陽。啊，我哋嘅婚禮嘅主持人哦，都創一個導演，而把我哋嘅新郎同新娘，一個過程裏邊最強嘅部分留俾大家人看。你今日邀請到來賓咯，係來自我哋屏東聯絡嘅黃梅妃。黃梅妃即係喏，也同我哋紹介講，預做嘛，我要開始做我哋婚禮嘅歌手，同時又變成我哋婚禮嘅主持人。我就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梅妃姐姐嚟講現場。梅妃姐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黃梅妃。平常大家都很愛小慧，我萬世就親愛唱歌嘅。也係我人生的生命藍圖，萬歲就愛唱歌嘅，然後我18歲就出來唱歌嘅，然後因為從讀書嘅時間，我都感覺佢愛鬧熱，然後睇下高嘅時間，我會學彈鋼琴，然後又學彈吉他，嗰個老師會講啊。每回歌唱天才的嘛，啊旁邊的同學如果是蠢材，啊實際上就是按嚟點來點去啦。如果講啊加減彈一下，彈兩嘅，啊過後按嚟狀況係有人講啊比賽唱歌嘅，我就會去報名唱歌嘅。啊我媽媽講哦，你要按愛出頭咯，按愛唱咯，唱歌按快彈，也愛唱嚟講啊，就喜歡啦。啊所以佢下18歲以前對這個都感覺講唔可以講安尼場面嘛。啊過後我都比賽唱歌嘅，啊無都出去人家咩方嘅時候，我都加去唱。啊18歲過後，我認識一個朋友，佢送我欣賞。伊本身同我同樣喺行業條路，伊這個本身都親會唱日本歌嘅，他真的是講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老師，有盡量欣賞。哎都我認識伊過後，攏係講等我出來唱歌嘅。我說我講我18歲，我高中一畢業。我講實在，我本身我都係幼保科畢業的，所以是不務正業。然後因為萬歲就愛唱歌嘛，嗰時候老師攏係講小慧，我可以帶你出來唱歌呢。講好啊，高中一畢業，我都開始行一條路。那因為行一條路時都是野台戲嘛，嗰時候咩行幾下個鬧熱，睇本咩行有安飛啊，嗬，啊我都去看鬧熱，啊無甚至於我認識一條歌手，嗬啊我都開始講啊小慧。唔愛唱歌嘅，咁我帶你出來唱，我都開始出來唱歌嘅。一唱，其實野台戲啦，都是給下弄搭舞台嘛，啊，給下有做樂隊嘅，吼，我都開始拿麥克風，比個這個曉得唱嘅方式，都來唱。啊，唔啲都得唱到好忙，我就開始出來唱。啊，過後呢，邱建良先生，伊都咁講，也什麼嘢按台方面吼，喺都開始教我唱日本歌嘅。啊，跟日本歌阿優我看唔出啦，啊，然後我對日本歌完全是白痴啊，舞台上就已經對環境都已經歸陌生啦，更何況唱日本歌嘅，哎，都開始阿優嘅哦，都用粵語嘅方式來翻譯，好，我都看，啊，曉得看嚟過後。看嘅阿姨都沒有看見你粵語嘅使用嘛，我都伊都前個簡單嘅來幫我唱，啊開始我都開始慢慢學阿姨會學嘅日本詩，都從第這個大概有一些歌是翻譯出來的，我都開始唱日本歌，所以應該講我起家都開始唱日本歌嘅，係。我說等於你講，其實對你這個高中嘅時間，你都對這個嘅音樂一部分呢？應該說專長嘅嗬，專長嘅其實都歸發展，同時嘛歸希望去可希望去接觸到幾多唔同樣嘅呢種東西。那幾時先都看見對你有安尼有啲音樂嘅天分有乜嘅想法？其實我爸爸本身都開3年茶，香港都開喺農家子弟，佢下因為也冇讀到書啦。啊，看到也冇嘢按活潑，啊又按愛鬧熱，也冇乜嘅心態想法啦。喺裏面就講啊，本來自由發展，啊，佢下講實在也冇講乜嘅所謂的天分啦，因為就是喜歡嘛，喜歡啊就會行一條路嘛，啊。也冇講本，我媽媽也冇講乜個 tip 同我栽培一樣啊，就是人講就是跌跌撞撞，然後一路這樣子，然後
因为后生嘛，年轻啊，然后又喜欢热闹，所以就国术啊，如认识的没？如果啊，他更加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哈，啊，可是打电话很爱做床。大部分都安徽嘛，啊，个都流水席，啊，无都人讲庙方啊，神明生日啊，好，啊，我都唱歌诶，反正就是主持人介绍我都上来唱啊，家下个起码拢做乐队嘛，啊，乐队一听到底下讲有什么 key 啊，好，比如说我唱那个《望月想爱人》啊，我应该就是要 G 调啊，怎么样，都是拢喺台方，拢喺现场。咱开始一定要叫我应该唱乜嘅歌啊，应该学乜嘅歌好，你从乐队过后咧，你嗰度你伴唱带，其他高雄啊，拢嗰個來阿請問講你歌啦、我歌啦，伴唱帶，好，啊個你用伴唱帶，樂隊可能都慢慢的都冇乜嘅規矩嘛，啊伴唱帶都用伴唱帶，啊幾錢？因為有舞台的話都搭舞台嘛，然後就是人講嘅唱那個四合院，攞杯喺咪有嗰種電啊卡有冇？你企喺睇啊音響喺邊吼，啊你去唱歌嘅。啊，今日咧線上，而且本身唱日本歌嘛，啊，所以以為接勢條件，咪你講啊，小慧唔乜嘅時間啦，啊都記上來，所以嘅行事力啊，我感覺講，我18歲出來唱歌嘅啊，冇休息，然後明日就唱歌嘅，然後他嘅日頭全部慢嘅咧吼，動作全部慢，這是唱到冇上，唱到冇上，啊，明日早晨就係講，比如講我以前唱歌時，因為唔係講咱流水席嘛，然後也唔係講廟方嘅，啊要嘛工地秀，他不啷早晨頭嘛，嗰時候早晨頭如果做早晨做工地秀，啊當初做結婚咧，好啊今結婚，因為你睇錄卡啊，流水席啊音響睇好背啊，喺前面唱，啊今都因為快速啊，係要嚟唱歌嘅啊，就用流水席嘅方式啊搶人客。安尼方式，啊過後，吼，你慢慢的演變咧都有舞台茶，演變到舞台茶，啊過來演變咧都你反正因為以前舞台茶你搭舞台過後舞台茶嘛，有請到歌手，頭擺喺嗰排場，就是歌手熱鬧熱，因為嗰下想講民國70年嘅時候，是我哋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，哇，嗰下是呢衝動，冇那路在搶人，那路在搶人啊！因為這個後生年輕嘛，然後又漂亮又可愛，然後笑容又好，然後明日做啊都整頭啊，愛紅來的時間啦，人家打電話很吵的時候，連喂一聲都沒有聲音，啊！佢因為後生嘛，後生就。我講啊，講對人快交代，我講我人叫我媽，我冇聲音，我讓我唱，冇聲音讓我唱。結果我後來人講唱得蠻皮嘅，好啊哥說沒有唔怕，你就頭前唱，啊我哋後背接年花，啊冇法度啊，唔唱啊你安尼，啊就這樣跌跌撞撞，啊甚至於講好做唱做到冇聲音嘅時候，竟然比按不到我做唱嘅啊，還可能下出頭，當初做嘅下出頭可能可以出點滴，因為打點滴會比較快。好，點滴打完了，晚上繼續做。應用沙啦，嘅時間啦。係做應用沙，我都煮沙煮嘅，哦有聲音了，有聲音了，你做。佢說幾下可以講明年本子一打開按鳥嘅，吼，按會賺錢，也冇時間花錢，吼，你原創，不管乜嘅那一方面咧，場面係啷做，係。其實你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咧，反正講，我哋從頭冇講啊，一個生意咧，然後還把讀書啊，哈，讀書會好工作。但是你看到我哋嘅消費者嘅行場一打開來，全部慢慢的嚟，而從那時候比嗰度讀書嘅應該少，而且同時，最重要嘅係講，唔係做你自己18歲以前佢想做嘅事情。錯，佢將佢哋一路行過來吧。啊，嗰種頭都冇糖都唔講過開呢，咱糖都唔講冇上，但是冇糖都唔講，唔會感覺到啊過開。真嘅，因為我自己就會，像我結婚過後我老公，因為我老公我認識嘅時候，本身都啲我做一行人嘛，伊攏講哦唔點哦，正嘅，唔企喺台上吼拿到麥克風時，佢那係真實嘅人啦，還講哦佢參戲呢，講有樣呢，然後就算是多辛苦多累。也從愛做一久，我都冇關係，因為
我这虽然个大条神经，有时候像傻大姐一样，可是有时间迄讲自对诗的时间，我会同一件事情做到圆满，所以我无感觉所谓的累，我妈唔会讲我要今日创意多钱，我感觉讲我要完成迄个舞台方，我本来完成的也个梦想。誒，一部分啊，我一直想問你講，像有啲人有講過句話講，像有啲人有講啊，係賣酷嘅人生啊。如果你拿到賣酷以後，也俾人生又變得另外一個人咧。像頭先講，這個喺舞台上面嘅時間，那係真實的你這個因為講拿到賣酷喺舞台上面同大下係哪個摩擦咯？應該講我卡想法就個單純。然後。我感覺我自己有時沒感覺過意外咧，因為我自己按活潑嘅人，好按開放嘅人，所以嘛個台方咧，其實我哋嗰度故事喺台方嘅舞台嘅嗰種精彩嘅人生，拿了生活中就是舞台跟生活沒有辦法把它切割。可是我個奇怪，我睇台方就話咧，台下時我就很簡單，生活就過簡單，所以什麼也安尼。做都更加也咁樣咧，非常嘅簡單。咁你想我講，跟拿到麥克嘅時間，唔會變成乜嘅樣嘅人咯？變成講我嘅目的就是要同台下人客拉近距離，變成我的家人。嗰時我的一個最終目的就是我把快樂帶給朋友，所以嗰度譬如我喺台行嗬主持節目時節，台下嗰度親戚朋友都講小慧我同講。我感覺你主持好，我看你主持好，我同我這煩惱都拋掉。我看到你，我就輕歡喜。所以我感覺講我自己就愛上哪路行一條路誒，是這樣，對。嗰個其實對18歲以前，其實社會如果就講，一路地講，以這個海拔行冇那一條路，但是從此以後行一條路地波，伊嘛過歡喜。休息下喎，等下我哋話嗰度小飛先生嘅故事哦。高山當空開茶田，茶田地擺等情人，初會多人撒班，滿枝多個路人，十年年茶兩呀情。茶比酒釀釀酒人，茶水冰泡吞落肚，十分難灑也寬情。因為聽到嘅聲音係我哋對屏東聯絡嘅黃梅飛，還有小飛先生嘅歌聲。以前呢，我睇做我哋嘅婚禮嘅歌手，但是後來呢。一變婚禮歌手以後，就慢慢地變成我哋婚禮嘅主持人。但係我哋節目，我就問伊講，做乜嘅以為開始要變成你婚禮嘅主持人咯？小飛姐姐，我想問一下吼，像頭其實唱歌嘅嗰種，我哋講班啊吼，歌謠班，像也係你這個長期的唱歌經驗，點樣慢慢地練出來咩？應該講啊，因為我聽人上一台嘅節目地方，我發現到個其實冇真係140項語嘛，吼，你真係講我哋講實打實學的，你真係現場一學嘅嘛，吼，唔單止講學譜啦，學同樂團嘅嗰種合作啦，學日本歌啦，你都現場真實嘅工作地方去學嘅。真係。可是問題係，你而家唱歌嘅發音啦，嗰度全部歌謠班，你慢慢地現在開始去學到嘅東西咯。應該講頭擺要做舞台戲，然後要舞台唱，要做樂隊，然後咪擺更多嘅團組嘅影響，我哋攞去配合伊個影響。變咧有啲人講把聲，唔係講啥更加專業影響啊，做乜嘅體行啊，乜嘅攏做一個專業嘅，但是完全把聲，按我哋一種聲音，就愛去學習，愛去適應伊個麥克風嘛。一路來完全都講靠實力咩，
也真是都靠实力，因为咱来讲哦吼，比如讲今间几多创国的人吼，伊创起的时阵，我把机器调到以这个要适合的这种，以后也要上人能讲。但是俺的消费者在讲啊，都等于如相反呢。其实你这些模拟为准调到人也要适合的以这种上人的这种态势嘛。可是你这个要用调这个要上人去适合无同样的机器。古时候我讲更加人创国过幸福。俺哋更加唔係，俺哋以前唔係，以前是完全靠自家生意去吼。嗰時候做乜我講創都冇生意，就因為自家唔可以唔曉得使用自家用嘅腹部怎麼用去創，也冇人教啊，就按人講見招拆招啊，好啊創到面下時間，生意已經是夠多嘅啊。以前的 key 可能就要降 A 啊，可能給他鋸掉啊，就要降 key 嘛。啊，創到後背就真的完全靠實力，完全靠耶穌哥的安樣去轉彎，因為我同耶穌哥的創的講有起伏，好，那我感覺好彈。我也感覺後來我媽媽講，哦，原來我冇嘢安慰創國的，我心對想講，你就唔點也冇嘢，哦，真的是哦，實打實做的好不好？完全都就是一路安的行來，經過青島的挫折啦。跟你從這個印象，為什麼有講，譬如講你創國創到乜就創落一團合創啦，無論感覺到嗰啲我呀，就有時來時人下講到是嚟做啊，都看到一團鏡頭。其實有時人哋動作，佢對伊嚟講係個正常嘅，但是人哋感覺講就人講逢場作戲嘛。其實嗰種所有的不管好壞的動作，對我來講係我哋生命的養分。因為按你情況下，我哋都有法度樣去應對，唔係講去應付人啊。如果樣去怎麼去？在啲冇實力的情形底下，樣去應對啦。對，但又唔可以講比唔歡喜啊，然後又唔可以講按你講動作不夠禮貌，所以我感覺做故事吼有故事的一個挑戰啦。迄咩意味吼？你這個在做故事的時間，讀到按到的事情，吼，同時嘛看到按到的世面。後來你去做婚禮的主持人的時間，你可以把婚禮的場面主持的改好。你咪講也兩邊有關係咯。婚禮主持是因為更加時代無共樣，吼。我做婚禮主持是因為我年紀是有的。以前頭擺攏係夜台戲嘛，初中嘅路台風什麼講就過活潑安樣。但是我哋年紀是有，我哋無法度去同人共樣嘅啊。我哋直接同團主，直接同告訴講，我來做主持哦。其實我家冇想，我公司我也冇想，我都在做主持安樣嘅，因為家做故事嗰時主持在前面。伊講嘛，我哋家匆匆嚟到後背咪吼，唔底下講只是人講，人嘅位置跟同我做故事你嘅無共樣。你自己講我要做主持嘅，好，開始嘅哦，開始家其實家做安徽，無論人講平安夜，好，唔曉得講唔曉講因為我睇本書都是好多床，我這本是客家人啊，我有。冇講客家人，我講河洛話有一個很大落差咩？哇！幾下子個緊張看到人嘅時候都唔點樣誒，唔點樣應對。可是真的，你講就是硬着頭皮去做，然後講河洛話都講河洛話，可以講都講，唔可以講都講國語，就按你跌跌撞撞拉着。然後開始做主持過後，因為時代冇叫我驚，因為天氣嘅關係嘛，開始轉戰到傳統。傳統嘅時節後，我有傳統嘅經理啦，冇主任調解講，剛剛我做到唔會差，如果留天花，開始打天花，我就開始做傳統嘅，做婚禮的嘛。可是我想講，唔錯你見我婚禮嘅主持嘅方式冇共樣嘅，我都會講到底要怎麼做。以前是新人進場就開桌就吃飯了嘛，我喺台下，後來我講唔咩咧，見嗰陣。那團新人有一個共識，然後伊啲節目按樣做到講唔免讓人哋台行嘅節目，那團新人有一個，我都開始我都想講門口那些他冇信用哦，原來談流程就是打流程。嗰時候我團接到有新人嘅時候，我都推呢，直接係講乜個時間乜事，我剛才有啲時間，我就打流程。然後流程怎麼打？我沒有概念，完全沒概念啊！我完全是
我应该讲，一路来都完全都是空的这种的东西，完全白纸哈。然后讲来谈，我们谈流程，那他怎么谈？我就先下用打电脑，我要打天咯，也还要感谢我之前做呀客庄的田野调查。然后开始学习打天咯，然后开始打，个流程又打，哦，好了，舞台打的舞台，哦，我打的时间，哦，打嘛个，哦，嘛个时间，就开始流程，然后同人，跟新人就讲啊，那英国牛，就这样子流程开始慢慢的去做一个建立，然后再开始讲啊，对餐厅有嘛个游戏，就是先从简单的方式同。公司在啦，新人也唔伫啊，都带以安用攀也重分离啦。啊，嗰时候变成我都开始我自己先丢招，啊，我丢招，他们接招。好嘿，我要会参考天咯，有些人讲有乜个游戏啊，好啊，以呢进场的方式啦，啊，就慢慢的摸索到现在。对，其实安尼谈下来吼，其实你在专班的过程里边，其实你这个。冇强呢吼，因为你想要做主持人，冇想讲譬如讲有啲人我讲，我有一段时间先去学看配人用嘅主持，哈，讲乜嘅话吼，冇你讲乜嘅吉祥话啦，吼，歌唱用嘅，咁唔想都，我做主持人呢，都麦克风拿到上去嘅，就冇。咁你奈落去答你吼？係，我唔知啊，奈落去答你，啊，講實在咧，我個膽小嘅人咧，我看到係有場面，我會緊張嘅人咧，我就算是講場面都還是會緊張嘅。但是我嘅好奇，我嘅興趣已經大過我的那個，而且同時就變成你自己會喜歡去學新嘅東西，唔單止講喺啲行業可以好落場，慢慢地會開始講嗰啲好落嘅吉祥話，冇嘛之類，慢慢地喺度你就提講，因為人時代變咧。每啲人對婚禮，以前人對婚禮都講啊，都真的是都設計下兩方面咧，做婚宴，然後睇下人都舉備，然後都可以招來都食飯咧。但是而家冇咁樣嘅，要搞節目，要開始要開場秀，然後要帶新娘出來，有時老公又要跳舞出來，啊，反正幾多。但是好多都講好來，你都發現到講，冇唔錯個時代變了，嗰種人哋開始要流程。一趟接放來時間，你發現到，我哋啲消費者其實一趟人哋講時代嘅改變，可是對人哋消費者嚟講，伊嘛接得幾好。你等於講唔幾清楚講，把以前嘅嗰種歌唱變成更加嘅傳統地步嘅時候，你睇更加新穎嘅愛嘅東西。嗰種從下歌唱地步，你即個會發現到講，唔單止講婚禮開始在轉變，但是你即個嘛學習嘅改革。啊，因為而家新人以及個係我看媒體個資訊很發達嘛，因為底下有東西呢，因為他以為丟招給我誒。所以變成講啊，即係馬步要先站穩咧，所以我即個馬底下講啊，英國按樣去推咧對應嘛，所以流程對我來講個重要，對新人也很重要，對呢啊攀嘢重婚禮來講，原來我感覺講佢放心。其實你喺後生嘅本來有安尼機會啦，可以本來安尼吼去接觸到新嘅東西，那我本來感覺講吼，也唔免我即個佢。唔係講我家厲害有法度同人家場面做嘅情景，也係真是人講新人跟包括一來嘅一條人客，他甲共同也節目做好，那係我最大嘅使命啊！可是雖然時代的進步，但是我哋消費者如果停頓我哋時代嘅改變，而且咁嘛做幾大程度嘅改變，就是下我哋喺我哋賣嗰度嗰幾單故事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上趟節目我就來自屏東聯絡嘅消費者，同人講，伊很想對婚禮嘅歌手變成婚禮嘅主持人。我想問一下消費者，因為好多行有在節目最尾嘅時候講到講，其實做啲主持人都希望講同我哋咧結婚嘅新郎新娘啦，同還有我哋當場嘅貴賓，好把建議嘅法通辦得最好。但是我想問一下講，咁多前面有一啲愛結婚嘅新人嘅話，
沿用的一团我哋婚礼的主持人做一个沟通，譬如讲，我希望发通嘅歌唱係樣嘅，然後希望呈現內容係樣嘅，沿用嘅一團嚟做溝通哦。譬如講，我有到做東西，佢可能現場唔適合，冇得講，你這個想嘅東西有冇人強人，我嘅，佢當嗰種溝通差唔多一叫冇得講，乜時間提出來？我接到新人喺傳堂同我講乜個時間，我就會講呀新人嘅來。留賴，然後留賴之後，我就去講，我先去講我先推確定嘛，確定嘛個時間，都推留賴之後，都大概有組群了嘛。我同人家簡單的流程吼，傳俾人家新人，然後人哋看到嘅時間，我就講唔怕，唔看得乜個時間，比如講人家下晝日咧我可能會喺差唔多7日咧。好，我都會先傳俾你就再會看嘛。可能嗰差唔多從咧半夜咧時候會講，我冇到7日會講，咁你有乜嘅問題，我哋隨時喺線上聊。如果沒有，咁公司上我也個功夫啦，公司才啦，因為我體會到講新人攀伊重婚嘅時候，我緊張啊。嗰我會講，咁唔怕我哋喺群我講，咁我哋用啲時間見面。見面時，流程有看到嘅吼，我都拿流程一團嚟，大概互相認識。因此如果講如果講他有一些的想法樣，好，我們就在見面嘅時間談好。談好之後，是不是要歌場會有乜個變動咩？好，我講唔怕，我就講嗰時，我都太約是剛才談好的流程，來故意再打來資料，我一講資料再打本我一樣線上再聊，然後聊到怎樣時候。到時候，比如講，聽講伊啦，冇如果下禮拜要結婚咧，講剛剛你再約一個時間，吼，還會講人嘅婚紗影片啊，要進場的音樂啊，還比如講喺中樂隊啊，樂隊你有乜個需要嘅歌嘅，我哋請老師來同你演奏，1進的、2進的音樂，幫你準備。還講卡拉 OK 啊，沒有關係，餐廳有法度同你處理，冇如你請這個合意嘅歌嘅，就同。也為道具啊，好，包括遊戲的東西啊，都把它先講好。講好之後呢，我哋都存在建議咧，好冇都講，唔把婚紗影片、音樂準備好，都用一台天腦底擺，還會交代講，最後有這家天腦，最後有這家跟你好，這樣處理到，唔會講到時候會開天窗咩？約到餐廳，還會講有交手儀式啊，好或怎樣子啊。其實我流程我同你講嘅時候，我都會以最簡單嘅方式，唔是以老家他們講一條樣就彩排樣啊。然後係講沒關係，假如係講交手儀式，我都會講我哋當場我會同你講樣。當然因為冇發圖機啊，那麼多瑣碎東西，那有可能我會去安撫他們，講不要緊張。姐姐在這邊，我一定會很多這整場，好我講唔怕，到時候你一個口令一個動作，好姐姐會帶你。流程講好誒，睇傳堂講好誒，婚禮的影片都好了，具備好都好了，當天就是我要搞這個，我會做一些多，然後進場的人，要交手的人，交手儀式的爸爸媽媽或者怎樣子，好或者是遊戲的一些的道具什麼，我都會先同你安排好些。那天早上來許多傳堂嘅時間，新郎官人講要帶新娘，你皮啊，要爸爸娘，就同人家所有全部的流程全部亂過我還特別在跟他們講，唔是緊張，這特別好。我都同爸爸媽媽講，爸爸媽媽你不要緊張，我在，我一定會因為你睇佢講時，他腦袋是一片空白，他根本無法吐去教你的方式，然後說就這樣子，然後就慢慢的就用把我哋談好的流程就全部都 OK 之後，就照這個流程去做。因為這種頭先嚟講嘅，當時講如果順序咪好，如果你佢有一層次一層的，但是問題是每年有提別結婚啊，雖然講我搬得流程，唔係看好嘅，但是問題係你知道，有時有啲人唔係像我哋專業嘅，看到流程地講那順序唔錯哦，有時看到又看模式啦，看到嘿啊，你錯，結果婚禮到時行嘅時間，結果都行得亂七八糟，有咁嘅情形。都也流程都最明一日有 copy 呢，我都 copy 呢流程傳給他們。然後你講有時會有出什麼狀況，
错吗？出什么状况的时候，俺让我见招拆招啦。啊，其实公司唔会有安的状况啦。啊，有什么状况？有马总可能会就爱讲了没？你在进场的时候，交手仪式，面对面站好，起盾都无法度站到你原来的位置，因为你就紧张啊，按多你来看啊，俺爱都讲冇紧张，啊都一点一点来，好，按慢慢来来，哈，啊就按来做好，所以，我感觉讲，虽然那个冲他是我handle整场，还是我很重要，所以压流程虽然讲打公司在这个流程是打给他们看的。俺嘛冇可能讲拿着那个流程去看啊，然后加了然后，因为冇按多时间，因为太多琐碎事情要我，而俺一安排，我说俺压流程我都清清楚楚啊，哪个时间要做妈谁做妈弄清清楚楚，那只是这个打给他们看，边的公司那不要担心，那就好，当天来了就是照流程整个去把它完成。流程係本人的形影可能啦，但是對你來講嘅話，其實所有嘅歌唱其實聽人心裡邊如已經練過幾多擺啦。像其實今年吼節目都更加好，我想問一下講，其實消費者你這個對18歲以前都開始對這個呀唱歌呀興趣都幾一種嘅吼，一直都更加對雖然講你這個幾謙虛講這個。羅維年紀他也冇辦法從歌手我變成一個主持人，但是其實還是能夠活在舞台前呐。真的。但是那你一生都更加有想過有乜感想？我感覺人講走唱人生啊，更加上來人底下講馬諾人生一個走唱人生，我感覺行多安的人，只可以寫一本書誒，因為喺舞台上按多年，將近36年。其他零碎冇算30年嘞，我感覺喺舞台上很快樂帶給大家。然後再來就講，我有喺7、8年前我有接邀嘅課台，客家天師、南風六隊，然後hip hop 去南風六隊俾人受印象，然後有連續按嚟差唔多7、8年前嘅他就接嘅將近10鋪嘅戲啊。係將近10鋪的戲，然後我感覺講隔行如隔山，可是有拍戲之後有拍戲過後，然後在企業舞台上嘅時候，我感覺講哇，讓我按精彩，那我感覺講我更加雖然按多些，但是我感覺人生真開始的，那我希望講我可以入舞台上可以幫我繼續去。他甲無起險的話，吼，本來繼續去，因為我的工作台本攏係轉介紹比較多，因為我講漂亮沒有漂亮，身材沒身材，可是我台上很有吸引力啊，因為我覺得人家看到我喺台上嘅時節可以這麼樣子有魅力，是因為我的親和力夠，所以他們看到我就像看到一家綠卡人，一家妹嘅，一家朋友樣嘅吼啊，佢說。我的人生過程按精彩，然後我個希望講，舞台有年紀，還是我的朋友講啊，小慧姐，唔好等我哦，我結婚的時間唔好。以前我小慧姐是因為伊本身都可以做我妹嘅，伊講小慧姐，我結婚的時間，我做，我講甲夾甲哦，廿這錢多細哦。這是客套話啦，但是我感覺講無起向，那有乜關係咯？啊，無起向我的年紀，無講我的年紀啊。可是我喺台方嘅，我絕對唔會輸過多主持，因為我愛一團台下的客人，把它用得很熱鬧，然後把他們距離拉到前面來，所以我夾一樣嘅，可是我的每一個工作都是轉介紹的。你等於講唔把自家嘅熱情，吼。可以分享到本地下人，向下去分享也要唔知也要感受。可是頭有一趟吼，感覺到幾神奇。你講，做乜你這個拍戲以後，跪到台上，又變成無咁樣嘅感覺啦嘛。嗰種轉換的心情係樣咯。因為拍戲要面對迄鏡頭，拍戲係要背台詞，對，拍戲要將情感帶出來，然後拍戲每個角色的。各種嘅轉換無同樣，情緒無同樣。喺台上唔係啊，台上係就是快樂啊，
就是开心啊。所以我拍过戏过后，我在台上的时候，我干嘛对舞台上面对人群的时候，我更不恐惧。然后面对人群，在屯新人或者是说另外一个不同的发通的时间，我可以更有自信。然后我底下讲，我有很多的 idea 可以去丢招给他们，甚至于讲喺也會溝通嘅過程當中，可能有地方無法無去跟人家我喺舞台上又更不一樣。我係咪試着揣摩啦哈？是講，因為我感覺到最神奇一點就講，係咪講其實喺冇拍戲以前，喺舞台上面其實你係一個我哋講發光發熱的那個人，最主要的講，你希望把嘢個場誒做最好。好，大家你最快樂。但是拍戲因為其實拍戲佢特別嚟講，你有咩台詞嘅固定呢？好，你行某個語言，你對某個音樂，而且同時像頭都講嘅，你對迄個鏡頭，其實係咧，我哋講冇感情嘅東西，但是你對要有感情。等於講嗰時其實對拍戲對嗰種人來講嘅話，伊最大嘅困難嚟講，伊唔啲可以面對樣嘅，要把自家嘅感情去散發出來。但是你喺人開始學會也有一個經驗以後。回到台行嘅時節，你都唔係伊哋像以前，伊哋能負責把場嘅變壓的人，嗰時節你就開始有這個感情，因為你有這個角色，你就第二做乜事情，同時唔係提供廿蚊人呢thiết實天來。因為啊拍戲可以 NG，我發冇多嘅，佢冇都講，我表情冇多，情緒冇多，我可以重來。但是喺台行冇咁樣啊。台上不能 NG 啊，台上就是你2個鐘頭的時間，你只搞要把時間把它掌控好，就完全就要靠你自己完全的實力啊。係啊，嗰時你要把一件事情完全的做起。所以頭當我哋 Sophie 姐姐講嘅話，講伊啊生意其實都係啲造創嘅人生啊，但是造創嘅人生，可能今日節目我都發現到講，其實 Sophie 姐姐把一段造創嘅人生，唔單止係行嘅幾好、幾正、幾快樂，同時。伊嘛冇 NG， 今日幾感謝我哋 Sophie 姐姐來到現場分享很多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觀眾朋友，好謝。休息下喎，再聽我哋現場來看運動哦。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，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